大家好，我是高贝，又到夫妻来的时间咯。下周头大家18个赌期的时节，我去买点心，大家会买鸡卵糕，也是买饼的呢。是自家出去买，还是自家来做呢？哦，像高贝爱自家按烂时候，可能去买个价的。不过更加哦，手机拿风来，包包噶也做得咯。讲到要给自家做点心啊，我认识一位妈妈哦，佢真厉害呢。为了一本生日呢是个健康的、个好食的点心，佢就自家来去好做点心哦，好多好食味啊！自家来创业的呢，真厉害哦！佢做的点心啊，真多的样式，有动物的啦，又有卡通人物的，真多的样的，从天啊有过的好食，人下过的隔音呢，哇！安厉害妈妈，佢的故事应该真精彩吧？马上都来分享佢，有请佢来走介一下咯！马上来分享，我们来自高雄美浓的刘千里阿里。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千里，今天来分享我的蛋糕、马铃糖，还有我的故事，感谢大家。哇，阿里分享哦，头前面有讲到，为了小朋友而来做一个点心嘛。不过，到现场的时间，我看看来，唔像太好上，唔像妈妈呢。谢谢。实在真好上呢。阿里，你的话，你自家在好做甜点之前啊，更加在卖嘛。你之前的工作係在做乜嘅？也係在做甜點嗎？唔係，我職業軍人。在做邊哦？一個工作都更加算，應該唔係算講不常見啦。不過細佬嘅同細妹嚟比方嚟講，細妹有做邊咁冇簡單呢，因為當時會想到去做邊哦。高中的時間，我就不曉得讀書，然後奶媽媽就跟我說你就去當兵看看嘛，也是4年，然後就跟大學一樣，就是4年你就先賺錢，之後再看要怎麼樣，然後就去了。就去的時候才知道，原來當兵這麼辛苦，原來男生都不想去當兵，就是這個原因。終於我能讀到嘅比我哋辛苦嘅啲人家，不過真是做兵同喺內部嘅工作實在冇共用啦你自家喺工作嘅時間，我哋第一講部隊地部有分青島嘅工作嘛，你喺部隊地部負責乜嘅工作㗎？剛開始是伙房兵。喺個做下嘅地部炒菜煮菜嘅伙房兵。你自家喺路下應該有相當嘅料理嘅經驗，冇鐵擺。鐵擺，部隊地部200-300人，你鐵擺呢批你煮多年嘅菜啊？你真冇簡單有個天分呢，冇按樣嘅有法度好一下都煮多年嘅菜啊？女生都負責切菜。可是剛開始要切2-3年菜，那幾斤重？因為切好來其實量輕大嘛，有切到數。有哦。切到數，會唔會有留下乜嘅陰影？冇就安尼一直練習，去看練習呀。實在冇簡單。不過，人哋講料理有分點心啦，有中式嘅啦，有西式嘅。頭頭講嘅切菜啦，一條同樣嘅做點心、做甜點，實在冇乜共用呢。用翻自家會想到好似你專去做一個甜點呢？因為都好軍中的轉型，就想講，要吃一點甜點啊，不然長官飯後沒有甜點吃啊。然後可能就是一些可能來賓來的時候要附一些甜點，就是想說自己做，不要都是外面買，因為外面買其實也貴，你也擔心說不好。就剛好有受訓，然後就剛好被派去受訓，然後就學一學就還蠻有興趣的，對，然後就後來出來後，就是也剛好生小孩，然後為了小孩又繼續學下去。對。按你講，其實喺軍中部隊地部做兵嘅時間，學到嘅東西實在有用到呢。本唔開始對料理有興趣，對咧冇拿過嘅木產嘅人，冇拿過菜刀嘅人，開始對料理有興趣。後部嘅時間，又去做其他嘅訓練，就對一個做甜點有更大的興趣啊！對。你本身呢是同一般的台人是有乜嘅做一個甜點，有乜嘅冇共用嘅地方嗎？小朋友就是糖要少一點點。因為小朋友其實不太能吃巧克力，因為巧克力有一點咖啡因，所以就是小朋友盡量不可以吃。所以我在做的時候，就是剛好知道它的成分裡面沒有什麼咖啡因啊，就只有單純就是蛋白跟糖。
就这样而已。然后自己那个糖减量，不要说就是外面可能有放100克的糖，啊我们不知道就觉得它好好吃哦，一直吃一直吃，然后自己就是可能减个50克，然后就给小朋友，虽然做出来可能没有这么的漂亮，可是它是健康的，对。安尼，阿丽喺做一个甜点的时间，你自己在学啊，因为之前冇料理的经验嘛，你在学的时间，自己有感觉有比较有挑战的部分，也係個困難的部分冇？可能自己有一点点那种，就是会学，所以就其实上手的蛮快的。可是刚开始就是像这种造型啊，你要一直想，然后就到底要怎么做才会这样子？对，然后其实在刚开始要自己构图，对，然后就构图，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困难，对，因为它调色，还有就是造型的部分，你要自己去想，从一个圆形，你要怎么让它变成有图形出来？对，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最困难的地方。免讲像人一般可能结论高可能种好的，除了种好的，因为行风了出来愈好的，因为人家要求讲有做个粗型的嘛，错冇？啊，佮说有个部分对你自家来讲，可能都会有啲心态的挑战。不过做到人家应该轻松个，应该冇问题的吧？是把行为就是客人的客制化啦。哦，哎呀，还讲人家因为听某共用的部分，有个部分就会自家会进步的，自家不断的去努力去研究嘛。安尼阿里在创业的时间啦，把一九的时间来创业吧。差不多两三个月。哦，2-3个月。安尼双方的其实唔会过长的时间啊。其实就一步一步啦。你自家有店面吗？冇，那就网络行销。那除了靠名录呢，还有其他的吗？就亲朋好友，就这样子介绍，然后就就是有一些客源，还有去市集。摆摊咩去市集？对。都有闽农就迄同乐趣哦，闽农的客家文物馆。就拄好啊，就想讲就去看看好了。一个经验嘛，就是有赚没赚无所谓，可是经验是自己有赚到的。对，然后就吸收一些客源，然后知道说，大家喜欢的是什么？那哪个卖的比较 OK， 那就继续这样卖。对。安尼会发，你自家感觉啦，因为你自家还有土生人的嘛，有人提到讲土生人的妈妈最辛苦的，还迄生人的晚生时间，其实不受控嘛。对。不过安尼会发对你创业来讲，会唔会有某个影响啊？唔用的去平衡讲，创业的时间啊，同在照顾家庭的时间。小朋友早上就是送幼稚园，下午就是回来自己顾嘛。我就利用早上的时间，小朋友也冇提卢卡的时间，那就赶快做，然后赶快去想，然后做好之后就先放在旁边，小朋友接回来，就是跟小朋友玩啊，然后帮他们用好之后，就赶快送他们去睡觉。然后睡觉的时候再赶快出来拍一下作品啊、包装啊，然后跟客户联络啊，说什么时候要寄呀，然后你要什么时候取到货，就只能这样自己去衡量自己的时间，然后还有跟小朋友相处的时间。这真是清醒过的妈妈呢。不过按你发创业对你自家来讲，睇以前的工作两方比较方嘞，你自家感觉有冇个偏差嘛？对自家的路卡啦，也系自家人。在军中就是时间都这样包住了，因为军人就是24小时要待命，然后小朋友其实就是没办法照顾的那么的好啊，然后小朋友生病你要烦恼东烦恼西，然后小朋友生病了有谁要去照顾他啊？因为哪在身上就无强，哪在身上你推重，哪在你面弄。然后就是要自己想办法，就是在军中的时候会烦恼小朋友比较多，对，然后出来后自己创业时间比较弹性啊，就是我做到一个差不多的时候，小朋友可以
稍微顾到一下。那如果小朋友刚好生病了，不能去上学，我就不用说我要跟老板请假。所以按来讲，其实创业之后虽然讲无限，比个部队的时间讲无限，不过有个时间双方来都各有弹性，反而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到自家的生意呢，自家的家庭啊，错冇？错。哇，观众朋友，听下阿弟的故事，其他创业之路，係咪本人真感通呢？为了照顧生意呢，佢自家都嚟學業做甜點哦。讓你休息一下，等一下還有更多精彩故事。泡杯茶，馬上嚟介紹好食的甜點咯。前面听个阿弟来介绍讲，佢自家嘅创业嘅故事，安尼佢喺四級嘅时节又有样办精彩故事呢？还係講其他嘅作品有冇嘅特別嘅呢？繼續嚟請教阿弟一下咯。阿弟，帶來一道按精彩全部係自家做嘅嘛？安尼，我哋繼續先嚟試一下面試，阿嚟聽你講故事好冇？好。安尼番我哋對亮片，亮嘅哪一顯色啦？拍色。拍色咧，一個，清淡一下呢。哇！拿空來觀眾朋友看一下，安尼個清楚。嘿，大家有看到冇？看一個按等一下嘅，一個算糖嘅吧？糖嘅。係乜嘅糖啊？就蛋白糖跟一點糖粉攪拌而成的。人家講嘅馬鈴糖。對。觀眾朋友你看，按等一下嘅糖嘅，等一下用嘅來是來送米線哦。安尼，阿弟，我來試看下先，順勢來紹介一下，一個糖嘅用板來做好嘛？好。一個糖嘅就蛋白跟糖粉，就蛋白打发，然后把糖粉拌一拌，然后做调色，然后挤出来。但是它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挤的时候，你要去拿捏那个高度，还有它的形状啊，它的眼睛啊、鼻子啊在哪个位置，不要说鼻子跑到这里来啊，然后眼睛跑到外面来变成大巴眼。观众朋友，你看里边真是冇包乜嘅東西呢？我感覺里邊原本可以有包東西嘅，結果有個糖嘅係冇包東西嘅。就糖嘅。按你糖好咧，其實佢有個糖嘅馬鈴糖同埋馬鈴糖，佢困難嘅部分係講用辦嚟做一個餡嘅，知冇？按你佢自家係調嘅料嘅時間，嗰時又係講料嘅時，會唔會影響到我哋自塑嘅造型？會啊，就太濕會沒辦法塑形，因為你看那個造型，它要有立體感，可是你太濕，它就會攤掉，太硬就會變成眼睛會變成凸的。對。按你翻嚟講，本來想講，有個病嘅其實我講造型嘛，我哋做工硬一些啦，塑形嘅時如果簡單，冇想到做工硬一些，佢冇法度好行到安講。按你自己喺做嘅時間啦。有失敗的經驗嗎？有啊，就迄蘿蔔。唔會啊，我看講來真講啊，你嘅失敗用嚟定義哦。就沒有很平整，就會有點皺皺的，然後就長得有點奇怪，好像不大 OK。按你雙人嘅標準國際咯，看講來衝啊，真衝又衝落去啊。按你係咧喏，係咧也中用係馬鈴糖嗎？係。不過也個細神觀眾朋友，從頭到尾冇馬中用呢，錯冇？錯。按人家個細神係用辦去做出來呀？就會用食用色素、天然色素去調配。嗰時也係用個天然的色素原料去做調個色。這個就是前陣子電影出來，然後。其實大朋友小朋友其實都喜歡，然後覺得他好可愛，我來做做看。然後就是其實大家都很喜歡這種卡通系列的，對啊，因為它可愛，然後小女生小男生其實好像也都不會說，因為像小女生就是要公主，男生就是要什麼車啊，然後什麼變形金剛什麼的，可是對我來說有點困難。可是這種卡通人物就會比較好塑形，因為它沒有什麼
就是像刚刚你吃的白色那个，它就是叉子嘛，那你就自己这样随便乱画，就还蛮像的，就好可爱。大家可能看到有像，可能认识讲，那个角色，那个卡通的角色，可能认识，可能都亲朋去嘛。不过你头先也是一样的呀。其他甜点以前试过一种糖的哦，因为其他用卵白同面粉还用糖去做嘛。以前也试过，真是贵甜呢。不过这种嘢嘅变嘅之后，我很意外，佢唔會清甜，試下嘢時間都嘅變嘅香味，有時把嘅糖嘅香味，那唔會貴甜呢。這個糖分用嚟去調整的呀。就一些些去減糖，或者是要怎麼樣去調啊？就糖要注意，可是糖也不能太少，蛋白會打不發啊，係哦。對。你發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代替嗎？就是目前是還在研究，可不可以把糖就是減掉再多一點點，然後再用別的方案。可是因為蛋白它如果碰到水，打不發，對，所以就沒辦法，還在研究當中。你那個糖的應該係小朋友啦，有少女心的媽媽嘅就可能個好嘛吼。有爸爸去買過的嗎？有啊，爸爸就看到了，安定一下，這個怎麼吃？有看到少女心爆發的爸爸。對。你除了那個馬鈴糖之外啊，係咪還有其他可以同人哋紹介一下呢？還有啊，還有戚風蛋糕。雞卵糕的部分，那個都係人講的戚風蛋糕。其他個造型用做很貼片哦，你那個係用板做出來的呀？就買模型，中間那個是用真的蛋，就是我在做的時候，我蛋殼要剝小小的洞，然後把蛋這樣倒出來，然後把它那裡，因為蛋不是有膜嗎？要把它的膜洗乾淨，把它拔出來。你等下，冇將個卵打開來，底部嘅東西倒出來嘅啲啊，啲卵拍嘅卵膜倒出來嘅啲。不過個膜我用嚟除，用乜嘅東西去除掉？我就用手安尼慢慢的。你剝佢咧扛，梳你順入去安尼清嘅，你安尼梳子還唔清，做唔得個除呢哦，個除還做唔得呢哦，所以咧個腰嘅功夫，你都天天嚟掃，伊咧蛋殼一個就像用100嘛。因為按照剝開啊，就像剝驚喜蛋一樣。對。不過你話，人家假是講銀行啦，經過大嘅話，你都搶食嘅卵都拿來。哇，安比功夫呢？除了用嘅卵之外，嘅中間細細嘅嘛，佢蛋糕嘅卵糕啊，看佢還有嘅耳朵嘅部分，耳拱嘅部分，你用乜去做？就那種小杯子蛋糕，就把它剪下來，然後慢慢的剪，就會幼稚園小朋友做美勞作品的感覺。用這種概念來，天天來，反正藝成行好嘅，天天來剪個形嘅出來，再疊上去安尼。不過我哋看到以前嘅雞卵糕啊，腦杯都有個奶油，鮮奶油嗰種嘅嘛，無論吼，佢哋行嘅個色成個層，有點焦糖嘅褐色，那個色成真像冇行過的呢，真講用板做呀。就溫度，不能太高，對，就是要低一點，然後烤久一點。可是也不能烤太久，烤太久蛋糕會硬掉、乾掉，就不好吃。你喺溫度差唔多都一度都去行一種。差唔多150左右。150都可以行出那種冇咩嚟講嘅褐色嗰種嘅色成。其他嘅顏色也係用嘅天然嘅色素去調出來。你用板油發圖講做，可以一格一格安尼嘟好。以前人香港人家政課上課做嘅嗰種啊，佢哋全部倒下去之後，全部用下呢，用高的。你有一個角度模型，你要先把一個顏色放上去，然後再換個角度，再放第二個顏色，然後第三個顏色擠下去就放平。就好了。你的意思係講，然後拿頓嘅模子，嘅麵粉嘅倒下去，倒下去時間我有個角度，天呢層再嚟倒一下，再嚟倒第三層嘅時間，再可以變平。你嘅話有嗰種人會聽那種粗型嘅雞卵糕？會啊，
有朋友就公主系列，公主会挑那么会宠，你会想说这个到底要怎么做？哦，对啊。你除了要去造型的鸡卵糕，个算个简单之外，你有做过最困难的造型的鸡卵糕是哪一种的呀？就会卡通系列海贼，因为果实有一个果实啊。它很简单，可是那个花纹我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我就是用巧克力慢慢的画，然后再把它粘上去，然后就好像还蛮像的。然后目前我觉得它是做起来最漂亮的一个，对。所以讲这最困难吼，应该双方人做过最难的，不过本人嘅成就感是最大的。对。哦，我感觉其实这形的算简单啊，不过这花纹。应该包包卡都可以啊，描一下都可以。研究一下。你除了鸡卵糕之外，除了马铃糖，还有其他你自己有做特别的甜点吗？还有棉花糖。哦，棉花糖，棉的糖，迄咩可能给路红买看到这种像云朵咁样那种。就会烤肉的细细。哦，人家行肉的时间会拿出来，人家美国人给人吃的那种啊。哦，要做这种的哟。这种的同一般的有冇那种冇相用吗？一般外面会放什么化学药剂啊，让它定型啊，不要让它软掉。我的话就是用天然的水果，用水果的颜色去调配，不要说都是用什么那种化学的色素，是直接用水果。对，去就是把它调，然后就挤出来有水果香，然后又有颜色，挤出来就很漂亮又好吃。哦，对。不过我能看到个棉花糖，记得讲有的扁，有的不是扁，用板会安尼咯。不是扁，就化学药剂，归斗就定型，然后就定在那里，你就不会说。放在太阳底下，或者是放在室温底下会软掉。会本来就某那个化学药剂啊，就赶快吃完，就最多只能放1个礼拜。哦，一礼拜的时间。你自己做个棉花糖，自己差不多会本1周，这样会容易定型。1天。哦，所以嗰种你自己会因为冇加很多东西，嗰种如会变1年容易停型的，这样可以来卖。对。你卖的时间也要千万不要在平常地度吼。对啊。我冇会请假就用。也算好来是亲批功夫的一个产品的吼。系啊。哇，观众朋友，睇下阿里按专业的介绍，这样听下讲哦，我们平常吃的东西，加咧按都冇相用的东西呢，大家要吃的时间啦，要注意一下哦。更多精彩故事，我们休息一下，马上过来哟。虽然讲某店面靠的是名路啊，也是走市集，不过也种方式，也种宣传卖东西的方式，其实也唔会差呢。在走市集也是摆摊的时间，有多乜嘅神奇的故事吗？继续来向阿里来分享一下咯。阿里，你不是走市集吗？会啊，就都好民农有办那就去，某就网络继续这样子发文卖。你走过市集除了民农这片，还有去过哪吗？目前冇就民农。因为4年的关系，然后哪些新山的关系。嗰时候都睇民农个圈。你有本睇市集的时间，有本印象过怎么年下吗？有啊，第一摆就本你扫摊，全部都买走。全部买hết了？你睇一开始的时间就买hết吗？冇，就大概摆了2-3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你就来就全部都要。哎呦，要跟你哈黑色来也是冇？是冇？有同买过吗？冇。冇同买过佢像看到都同就全部扫买hết了哟。那你后边用来买呢？就跟客人说不好意思，你可能要网路。就直接同人讲，快些哦，可能我直接去其他用路风天的。你一般有经验下，我同人讲，我铁配对台北来呢，安尼都买唔到的哦。有啊，可是就
某一些就不好意思说哦，不好意思，你就看一下网络哪里有对。那你下一次我准备个多一些，怎么？咱我们一下就帮你买。不过头头有讲到有人还会特别去同买嘛，你有特别对哪去同买嘛？也係會聽到去走一個世界嘅人行。目前是没有，可是就是有些是刚好看到，然后就那就来。哦，对。你们多会有看到人嘅手勢，也在附近啊，然后就想说那就来看一下，对啊，买1、2个也好，就至少有人关注到我就觉得肯定，就算支持人嘛。对。哦，你今日買嘅全部都變咗會唔會熟客弄人行？對。也唔會慘呢，都好，今日支持人肯定人嘅球迷，我都變弄人行。你係談講過，睇弄人家會去買嗎？有，就印象最深刻是2个，就是一对夫妻。然后老婆就说啊，这好可爱哦，这个是什么？我就说棉花糖。然后老公就说那个能吃吗？弄人家嘅路線上會講，有嘅做得什麼？唔冇常多人都同佢講，可以吃個先啊。他說做得啊，做得啊。然後那個媽媽就說，老公錢包拿出來，然後就買。然後就買1個，然後就很可愛，就很開心的走。然後老公就也默默的掏錢，他說你要買多少就買多少。我就哇，而且老夫妻可以手牽手一起出來，我就覺得好溫暖。哇，他嘅本人挺感動嘅，感動有個愛心的水，還有毛巾抱出來，然後又吃了甜點，就好甜哦。對啊，就甜蜜蜜的感覺。講講來先等一下。不過除了你還會同宣傳之外，你自己錄下嘅人，像新年嘅啦，爸爸媽媽也係欣賞，會同聽數做一個宣傳嗎？我呀，來新年就會講，來媽媽會做蛋糕哦，會做桶的哦，你會吃嗎？朋友來直接買麵包啊、蛋糕來說，媽媽也會哦，媽媽也會哦。然後我就小孩也有看在眼裡。除了今年新年的種支持，最大的支持可能係人家欣賞嘛。你欣賞就做過本個感動的事情，冇睇人家工作的時間。就來聽蛋糕多一些，你就會默默就是幫我包裝啊，然後就說趕快現在很晚了，趕快去睡覺，然後就趕快一起用一用，然後大家就是我們2個用完就趕快回去睡覺。對啊，就覺得雖然只是一件小小的事，可是就覺得他還是有幫我。對。其實有個對於喺工作嘅媽媽嚟講，其實也算一個挺感動、很重要的小事情。你講有時間欣賞，可能攰到路卡太攰啊，可能可能都即係水母嘅，又唔到個又最多啦，都冇講新年咧仲好些喎，可能都水母。唔係咧，人家欣賞同聽數兩公婆坐下台嘅，同聽數傾下嚟工作，哇，談紅嚟真浪漫咧。不過其實除了從支持之外，你兩個有冇有意見相左嘅時間？會啊，就像他會做蛋糕，也會做啊。對啊，然後他就做，他就說這個不對，你要怎麼做才不會怎麼樣？我就說不要。然後就會吵架，然後就好啦，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因為有個實在係人家嘅工作吧，有發到好嘅天公，有個安陽版嘅線咧，安陽版嘅球迷，係嘛？你發唐紅嘅錄卡人也算支持啊，實在有冇支持過，也係有懷疑過嘅嗎？有啊，就剛開始，就是會覺得這個好嗎？然後就會不支持，可是現在就默默就朋友來時節就來我也會做呀嘞蛋糕，你會試看那麼會買麼就會分享，然後就覺得你們也是有看在眼裡的，就會心情會高興一點。有個講起初會懷疑嘅係中批嗎？會想說你到底這個會不會賺錢啊？對啊，就會說你花這麼多時間在做啊，會賺錢嗎？賺多少啊？就是會不會不夠養小孩這樣子？對啊。今年是他也係擔心自己同錄卡同工作用嚟去做一個平衡，其實會擔心啊。
哦，观众朋友，其实我们做种片也要适当的同人的后批支持一下，本人有信心可以做出人喜欢的工作。安尼的话，卢卡也会过来过好哦，好冇？好。安尼的话，对未来来讲，我想要开店吗？开店我就开工作室就好诶，开店人事成本太高了啦。对啊，开工作室我可以自己做，那也可以开课程，譬如说，有喜欢烘焙的妈妈啊，或者是男朋友啊，要做给女朋友的都可以。冇啥呢，而家有种亲属到人家的欢迎，如果讲自己可以来做自家的鸡卵糕啦，也可以做点心啊，顺便自家隔夜嘅。安尼quite好。除了安尼的话，开课场啦，你自家的产品有研究过其他个新的冇？像人哋客家的元素，有想讲我加入去的冇？喺闽南嗰邊。有啊，闽南就像萝卜啊，然后橙蜜番茄啊，或者是蓝山。对，就是目前有在想说要怎么去构它的图，对，才会比较就是有点像。可是又带有点可爱，就不会说很死板的，就是萝卜、番茄。你除了喺闽南摆摊，其实你有想过来我哋六队其他像屏东啦一條地方来擺下摊嘛？有啊，就看有开就是招募嘛，有那就去啊，冇就再看看嘛。因为更加新年的限制啦，嗰時候真無法度好離開闽南嗰邊過年咧。不過唔怕啊，等今年過太時，從人哋六隊還有按到地方好留了，剩下帶今年來留了，剩下擺攤咩？安尼人家唔是就按言去到闽南啊，怎麼？好。阿麗，安尼嘅話，我想強調一下，因為頭先話我同嘅行政設計嘛，我就面對一件事情咯，一個同嘅一般嘅保存時間係差唔多1周啊。同嘅差唔多3個禮拜。蛋糕就1個禮拜會變，桶的就放在保鮮盒就好不要讓它就是照到太陽或者是太熱的地方就好了。因為桶的講講佢軟係用起啦。不過安尼，假使講叫佢比方睇腦杯嘛，會軟係咧吧？有乜嘅方式可以幫佢安尼，都唔會按軟哦。我就盡快吃掉。越新鮮越好。對。最好的方式都夾對色嚟去，咁唔會度到嘅用嘅啦，又係講按軟係咧方。因為而家材料也係甜點嘅嘛。最好夾色，但唔會變質。不過阿麗，做安尼安成功嘅創業啦吼，其他假使講有後生人啊，又係像媽媽也就，佢哋我想去聽到你嘅腳步來創業嘅話，對佢哋會有乜嘅建議冇？就要保持着當初你想要進來，就是想要創業的心情，對，然後那個興趣是要一直在的，不然會覺得沒有動力，然後最重要的真的是家人的支持，對，女生出來創業其實會比較辛苦，可是你有那個成績的時候，真的會對先生也好，對小孩也好，對大家都好。就是自己的心情也不會那麼不好。所以講嚟，有個工作也算有嘅一種紓壓的方式嘛。對。用辦法用嚟講嚟紓壓呢？就是湯搞要打，桶要擠壓，你就這樣擠就紓壓。有種打蛋的時間，打過太厲害就算紓壓，安尼嘛。係。安尼唔會有呢個冇嘅啦，嘅就幫打敗。唔會。會控制。其實雙方嚟，自家嘅初心，踏入藥片的初心，可以再次分享一下嗎？就是為了小孩而做，所以現在就是要一直保持這個心情，不要覺得小孩一邊搗蛋你就覺得好煩哦。可是其實你要想，有時候因為小朋友的關係，你就有靈感，去做一些卡通人物啊，還是公主啊。就會越來越多，就是把你的童年記憶都拉回來了。回歸到自家最主要的個初心，最單純的心。對。最主要的係講，為到愛新年嚟做，怎會開始的嘛？看到新年嚟，就創造嘅動力的。對。觀眾朋友，今日你聽嘅阿麗佢嘅創業故事，真是本愛情感動呢。因為自家新年呢，我本自家新年呢，是到好食健康的點心
记录自家去学去研究后生面呢，唔但将本自家生年的识到，还问更多人来分享家嘅爱心，本大家可以享受到健康好食的甜点。今晡日也请感谢阿里带来按精彩的故事，同按好食的点心哦。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有喊了闽农料，可以到网络搜寻我的 Mr. Mess Dessert 看一下我的甜点，然后可以订购。感谢大家，谢谢。希望大家同阿里共样可以坚持自家的初心，今日田顿先生来做运动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呢，我王振祥来自于屏东县长治乡，谢谢导演养生设备，一篇呢是郑先生，一篇是蔡先生。以下同观众朋友做示范呢，是我哋呢霹雳鸭掌。霹雳鸭掌呢，它通俗嗰度嘅，更加呢我哋呢腳胸腔打开来，以肩头同法。松树拿行起来，右手数字朝大行，左手朝大行。定一下时间，我哋呢右手拿上去，也松树呢一个向下背，一个向大行。向大行喺我哋呢眼神上下放出来，放出过后呢，我哋呢重新移到左边，我哋左边的时间，我哋呢眼神打出来，一只手呢倾下去，左手重心伫左手，我哋呢左手倾下去，右手向直对左这边放冲出去，更加呢我哋呢将近转一下。转一下过后呢，我哋腰骨变松来，上下去，下去过后呢，我哋呢双手呢转一下，转的时间，我哋左右呢正面的时间，数字呢一个数字朝前面，一个数字单方的数字数心呢向落背，数字朝后背，朝后背过后，我哋呢数呢。倾下去，转一下，转呢到两只手，佮像咧蹲球诶，手心相对，手心相对，上下一个，右手向下背，左手向东方，天天嚟放放起来，放放起来到我哋呢正面的时间，我哋呢手棍臀脚棍，右手的手棍臀脚棍，脚呢十把打开来。右手的手把掌也打开来，嗰一只意，我哋注意讲，我哋呢里头伫左边，嗰日我哋转的时间呢，我哋呢脚盘、臀手盘转向起来，单方的手也同样程度嚟转向起来，放出去，嗰嚟跪掌嚟，跪掌过后呢，我哋重新嚟向右边，我哋转嚟到右边的时间，我哋呢眼神打出来。我数字右手的数字向下背，因倾下的时间，记得我将近转向东方。我東方的數呢，數心向東方，數字向落背。我腰骨高骨轉一下，我數字右手的數字朝前面，我左手的數把掌向後背，我數字向後背。你一轉的時間，我傾下去，我兩隻數心相對，對過後我左手向下背。右手向東方，因流放起來。我哋呢腳嘅起嘅呢頭呢，點我哋呢右腳，我哋呢左腳呢，變鬆來，行啦下變鬆來。對我哋呢手關節同腳關節呢，一啲用嚟轉入來。
当两只手向下，倒压时节放出去，上下延长出去，放出去，过来回张，向另一边。也要注意那点，还要注意我哋的眼神，转的时间唔好转对安尼，你转对安尼呢，我哋要加以输滚淋，我哋要偏的淋，人讲淋巴腋下淋巴分进淋巴膜滑度按摩到哈，我哋转的时间我哋的切头，注意我哋的切头哈，唔好超过我哋的脚趾，讲我哋企啦哈，向18错下去。所以要注意的地方，我哋所以讲天天的转下嘅时间，松平来，两只手，相对的时间。我哋定的时间注意我要。定的时间，我要咋讲？系松的，不用松来。以上呢是我哋做祈禱的動作，接下來呢，我哋要做初禱的動作，希望觀眾朋友拿到一張凳嚟聽到我哋嚟做。現在呢，我哋做接住嚟做我哋初禱的動作，觀眾朋友拿到凳嚟聽我哋嚟做。凳嚟呢要注意講安全性唔好有連嘅嘢，我哋呢安全第一。現在呢做呢都會講我哋錯的時間，佢用錯1/2同1/3。按錯的時間呢，我哋呢等呢要穩定性，在做嘅人我哋呢霹靂一樣長，拿放起來的時間，數呢一個向下擺，數字呢，我右數數字向下擺，左數數字向上方。大項嘅數稍微轉一下，轉嚟當我哋頭腦前嘅數字，數把掌向大項，我哋嘅眼神這一片，過來壓縮下去，轉壓縮下去嗰我哋兩個數把掌轉一下，數心相對。放放起來，兩隻手上下，一個上一個下，放放起來。注意的地方係底下，我要隻腳邊上來伸出去的時節，我拿出去。我墊的時節，我對我腳盤，腳盤墊放起來。然後呢，我腳縮入來，再過來我係穩片的時間，我左數的數字向右邊，我數心向大方，我重量這一片，我講緊轉的時間，我注意講，我轉的時間我冇轉得到安尼轉得到安尼，我哋的眼神都扭喺歪喺度。那轉我講緊，轉嚟過後，我腰骨同高骨變上來，變上來壓縮下去，
延长我哋呢背囊筋，两只手呢，一个向老背，一个向前下背的时节，手心相对。一只脚伸出个垂直，我哋呢手向地背打开来，我哋呢手臀姜呢顶一下，延长出一下，我哋呢手臀脚有一个做一个延长出去，再跪到正来。跪到正来时节，我哋弯片，打开嚟嘅只腳一變鬆來，我哋墊嘅時節腳踭稍微扭向起來，兩隻手，一隻腳，天天嚟延長出去，伸出去。我哋跪到轉嚟時節，腳縮一下，在彎一片嘅時節，記得我哋嘅肩頭唔好壓向起來，我哋嘅肩頭變鬆來。上下延長出去，以上呢係我哋做初道嘅動作哈，觀眾朋友，我哋初道嘅動作呢，好好嚟做呢，鍛鍊我哋嘅眼神哈，幫我哋嘅眼神空間，我哋下一次嚟了。